客家流行音樂呢幾年來，邀請到新界人才加入，佢哋用熱情對客家話有理想，對音樂有想法、有夢想。呢度新界省本客家音樂有很多嘅能量，其中不少唔少音樂人嘅加入，很難增加温柔嘅力量。歡迎大家來到104年台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，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年的賽事。刚刚看到的是2015年第一次参加原创流行音乐大奖，然后那时候团员都觉得可不可以不要去参加？但是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觉得我们会拿奖，结果真的就拿到第1名的成绩。那其实我们后来也参加了非常多的创作比赛，那有不少的评审觉得我们的作品就是没有那个客家的味道，那有1、2、3个老师觉得，其实或许时代不同，客语的作品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我很希望我可以代表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声音，然后这个时代不一样的文化，把客家的作品就是做出来自己的味道。法國嘅也被念起來，法國嘅也被念起來，聽到按嘅音樂。聽到嘅音樂，條那麼流到長捱捱，條那麼流到長捱捱，味道乃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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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味道愛，味道無愛，味道愛，味道無愛。你嘅也被念起來，聽到嘅音樂，條那麼流到長捱捱，味道乃啥，味道乃啥，味道吹唔走嘅信仰，條那麼剪刀斷斷了解，味道乃啥，味道只有呀的世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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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那个也被扬起来，糖到暗到暗到嘅熱我，頭那麼聊到床挨挨，真正的自由係亞嘅世界，真正嘅自由係亞嘅世界。真正嘅自由係亞嘅世界。家下唱嘅真正嘅自由係阿爸你知道冇？一個以前吼，一個唱客家歌嘅，也真客話，真普當多。很強哦，就其實我講嘅客語都冇爭啦，就係阿爸老阿叔老愛天書，老愛教愛啊，一個教愛，什麼阿爸啦？唔是客語，唔是客語。以前呢，佢哋也唱客歌嘅。唱來當好以外呢，一個美術方面也做得當好啊。美術方面呢，因為當有一個創作嘅精神啊，應用到一個唱客家歌嘅。什麼啦！小時候媽媽把你送去合唱團啊，那時候你就可以多學唱歌。對啊，就是謝謝媽媽把我丟去50錢嘅合唱團啊。不過我覺得唱歌也是遺傳媽媽啦。對啊，所以現在可以趕快來找媽媽一起唱客家歌嗎？啊！不要再考慮了，拜託。我們合不合？合得來。試看那就抵哦。Let's go。試看。喲，Go。發咗下，佢到黏黏嘅發，你是彈過嗎？發咗下，你是彈過嗎？發咗下。佢到明明嘅花，年係下個起，計風風怕怕嘅花，就跌落你面前，跌落你肩背，跌落你腳下，花樹。發樹下，的發樹下，的發樹下。接下來，Annie 本秒愛唱 Annie 自家寫嘅歌曲，按到其他一個本眼未彈哦。留意了太意壓抑，唔驚我錯驚唔識驚，颱風按颱風吹颱風，Flow heartbeat growing， 鬼談天街風風啪啪嘅花，彈到紅到高頭要驚層樓。Oh turn your light， 心情turn your light。心情，最真有來，期待嘅心情，愛硬硬看地
笑的开心的时候笑得很大声，生气的时候也很大声。积极认真容易感动，爽朗，然后那个敢爱敢恨。就是我们经常会莫名其妙就被叫去比赛，因为发现小欧很积极的就会把我们的歌拿去投稿，然后最后又莫名其妙的得了奖。对，是吗？是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唯一一首摇滚乐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一首的话其实蛮狂野的，就是跟专辑里面其他的歌很不一样，就是它的表现跟小欧的个性也很像。这蛮像的。赞。三分水土，暗夜定此有一生来压抑，将领压抑比，爱呀嘿爱的那个风，爱的那个夜。很敢讲哦，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爱上你的风可能是在描述我自己疯疯癫癫，那其实我觉得我只是想要表达不需要这么害怕，然后不需要这么懦弱。那蛮多的亲戚会觉得听不懂我的客语，
那对我而言，我一步一步把客语找回来，我觉得听不懂，这就是一个过程而已。接下来最后想要唱给爸爸的歌，这首曲子叫做《缝缝》，松本阿凤。讲着梦，思念给梦，冒着风风美。I know you more, now you more, more and more。远的红叶，上了一个开发，爱还没决定，其实讲自在。当时俺就老阿爸讲，俺去听，俺听出我有自家的乐团，因为唔做一件事情，等到俺老嘅时间，俺听出会知道后悔到冇搞啥。按多年，有按多年老俺哩支持，也有老俺哩鼓励嘅上，唔对，就系俺哩嘅创作嘅养分。期待俺哩嘅创作，每做得变到陪你生命中嘅燃料。我想大家都當下聽音樂啊！喺今日嘅節目當中，同大家分享嘅音樂係咩？當好聽，當精彩呢！我希望大家嘅收聽哦 ，Rita 祝福大家，當日都做得當歡喜，當幸福。我哋再嚟聊聊，拜拜。
音乐厅，我嘅身份入前到中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、创作歌手、乐团团长阿妹，我享受各种角色带给我嘅精彩。好，有我同埋一台keyboard放这边，这个是内置。嗨，电脑打字的 keyboard。哦，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练歌喽。童年。OK。来。一个笑脸浮现在面前，一个反应你难在眼一边，一个友情温暖爱心田，一个惊喜不爱你轻易不变，瞬间改童年，如迷红改发面，瞬间改童年。写发改童年，头发飞呀飞呀飞天边。写发改童年，有天免改誓言。你个笑面浮现在面前，你个反应你能在眼一边。惊喜，不爱你轻易不变。瞬间改童年，如迷红改发面。瞬间改童年，如头发改营养。写发改童年，头发飞呀飞呀飞天边。写发改童年，有天免改誓言。童年了头歌曲呢，伊强快，还个一定音色，希望大部分大家甜美的感觉。就像你安尼啊，很甜哦。系啊，所以野时节拄好成立合唱乐团嘛，就体育上都讲，应该找你参与的。哎呦，新梦伊其实咱线上相处体育班可能其实会惊，因为台式咩。我实都舞音乐少，我个后来到线上相处，让我发觉讲，线上真正系变心爱好朋友好线上，因为佢本身系当用眼者，唔过当水货，韩国非常体育后生音本后生音当到机会，我做了系当难得的。我音比之后，只要系一个人才吼，我音比就一整下吼，所以你睇系后生嘅片吼。
无论传统变现统，创都同好个细阿妹吼。伊出家对自家个要求相当的强啊，就讲唔要凊彩讲，他甲讲话当要创歌啊，就安尼创啊。三号来呢是爱来唱了条台四奏的歌曲，叫做《舞龙》。舞龙迄首思念景物，也迄思念人的一首歌的吼。我这个真喜欢啦，所以当初咧写的时阵，还有迄个编曲吼。用吉他啊，最拿手的乐器吼，所以伫遐伴奏伫背，他甲要弹到安尼一步一步的上入吼，当唱舞龙安尼，一步一步跳落去安尼。哇，很浪漫哦，来弹歌曲哦。南风带来春天的消息，用野的创作等欣赏，金黄色的头，将永远的笑容，天爱的心头。将将的发语，淡淡风吹，轻轻摇摆，魔法慢慢退缩，将你匆匆的让那么，淡淡风吹。跳舞，爱记得给你，提给年南风在一个世界，爱记得给你，提给年风速的季节。细细时节，糖豆散糕都阿公阿婆伫咧糖嘛，韩国伫咧创。吃到了是系散发体，因为我着真紧冇伫咧创，吃到冇意思。不过后来因为伫散糕台后生乐团，事实上开始挑战我以后，那开始伫咧创散糕，发觉伊困难伊难创，后来吃到有得神奇哦，都坚持要动好高。系啊，其实散糕同五年的蓝调吼，有同所在上冲的所在啦吼。比如讲伊的创法吼，伊的旋律的感觉啊，还有就讲拢伫生发艰苦的时阵创的歌诶。还有，线上给大家示范一下，比如讲有一个很经典的 blues 的曲子《And No Sunshine》，必胜的歌曲。And no sunshine where she's gone, and I'm grown when she's away.
找歌。玩散购子，散购子。哈嘎了山啊公啊，心了个困难。啊，凊彩从购子都做得咯。一次演嘅感觉吼，系啊，所以艰苦的时节创山歌吼，心情会变较好，就会变好吓。好，其实呢，我都厉害俩社台后生音，唐罗山歌伊都引起了伊上分，不过我都厉害用新的方式来接近山歌，譬如讲我都写一条歌曲，叫做山歌你的马莎，山歌你哪位？是系有到语文，不过用我都表现的方式，再一次让我的生命当中感受的山歌拿出来。创作本大家听。从山歌爱见的人歌，客家歌系爱用，爱唱歌老人家爱用从给山那歌，新时代客家歌唱出新嘅声音嘅声音，爱来唱一来放，强下唱出客家声，嘅山歌唔唱啊。唱出山歌来，手心发开。台上唱出客家嘅声，大家强下台上来唱。台上唱出客家嘅声，大家强下台上来唱。
日三桥台后生乐团都经10年咧，我就4件5档家。一当中呢，我就一切冇改变，是讲搞音乐、做音乐吼，有自家嘅想法，做出自家想爱嘅东西来当重要。譬如到搞演出嘅时间，因为看到越学生啊，佢聽人嗌到，無論嗌到去哪，佢是會出現。韓國遇到當下嘅回饋是會講，我知道聽了音樂當感動，又係講，我聽人我喺那轉型我係新猛嘅創作，所以我想繼續搞音樂係我都會堅持啦。意思係講，就算當辛苦，還係繼續做樣子出嚟。3年下來呢，兩條歌曲嚇，做按台舞山，大概長時間我是知道。像當作紅蔥，看到日頭度出來嗰種又盼望又希望嘅感覺，什麼大家？下嘅河把水流啊流不停。
从细细时阵，我是非常非常好唱歌，受到我妈妈的影响，因为去弹琴去唱歌。伫生活当中当到的点点滴滴都会创作的灵感，像我信写的歌曲，我那行伫了路行，行在这路上。我像了系我生命当中一切都紧的一种心情的写照吧，非常适合来表态。虽然有当到目前，不过我知道景色会越来越正。心情也会越来越打开了，越来越好。希望大3年生命当中，虽然有当到的风景，不过你总做得看到个最正的，行伫了如何？沙沙沙嘅跳舞，风强强嘅吹来，调的不停嘅冲过，心慢慢的开来，爱唱到也要沙沙沙嘅跳舞，爱感觉。风强强嘅吹来，唱到调的不停嘅冲过，爱感觉心慢慢的开来，行的呀路后挑战情度，行的呀路后跟谁没真假。越来越好，路后挑战情度，行的呀路后跟谁没真假，行的呀路后不接留情度，行的呀路后感觉越来越好。透过音乐，透过唱歌，透过创作，透过表演，我用心感受每一个旋律。我享受音乐，唱出属于自家嘅快乐。当你
情全离，等伊，你尚未休息。暗夜的天撇的时间，又讲甲我讲，又夜幕的声的。暗夜的强松的时